跟蔡总统见面谈到这个参选的事情。其实我这一段的这个过去几个礼拜，我跟许多党内的前辈都有私下的情谊。那当然，我们私下的讨论不适合透露。但是我跟这一些朋友们谈的时候，我深深感受到每一个人对民进党的爱护，每一个人对民进党的期待。那我也希望接下来我们可以团结，以正面的思考，一起来面对我们未来的挑战。谢谢大家今天一起赶到这边。这里是我们台北市的党部，也是民进党的创党中央党部。那我刚刚在这边完成了我的这个主委选举的登记，心里其实感到非常的踏实。那我也非常的期待，未来有机会我们一起来活化民进党跟我们社会的连结。那接下来1月31号，希望我可以获得我们民进党员的支持跟认同。那接下来我们一定会以团结、以进步、以创新为我们的工作目标。那我们一定会保持谦虚的态度，跟我们台北市的各党公职前辈继续的学习。那我们也不会忘记我们的热情跟我们的初衷。希望我们接下来可以一起实践一个属于大家的台北市党部。选党部主委原本当然不在我的计划当中，可是我看到了民进党这段时间跟在这个李问党部主委的这个浪潮下，不断的尝试着改造自己，不断的更新，在既有的基础上、既有的价值上，我们希望民进党可以继续往前走，因为民进党越好，我相信台湾的发展就会越好。有跟蔡总统见面谈到这个参选的事情。其实我这一段的这个过去几个礼拜，我跟许多党内的前辈都有私下的情谊。那当然，我们私下的讨论不适合透露。但是我跟这一些朋友们谈的时候，我深深感受到每一个人对民进党的爱护，每一个人对民进党的期待。那我也希望接下来我们可以团结，以正面的思考，一起来面对我们未来的挑战。每一个党部主委，的工作之一都包括选举。那像我说了，这一任的主委必须面对2022年的挑战。那在台北市，台湾的首都，民进党已经很久没有执政了。这个对于下一任党部主委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工作。台北市长选举要赢的，你也是其中之一个胜选要素，你愿意出马吗？台北市党部主委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全力支持民进党推出的候选人，这个之前我也说过了。那这也是我未来的工作，我未来的角色以及我的责任。